今次係龍如婷醫生為患者完成第3次治療之後嘅回訪。患者之前曾經有左季肋悶痛、左眼視物唔清、腹部刺痛、左耳道疼痛、腸鳴音亢進同埋血壓偏高等情況。呢啲表現涉及腹部感官同循環系統，單靠一個症狀唔可以直接判斷病因，需要結合病史、身體檢查同有需要嘅檢驗，先排除急症同器質性問題。中醫會按整體症狀、寒熱虛實、臟腑氣血等作辨證評估。不過，如果腹痛持續或加重，突然視物改變、耳痛惡化或者血壓明顯升高，就應該盡快接受正規醫療評估。今次係患者嘅個人主訴。完成3次治療之後，佢表示肋痛、腹痛同抽筋已經消失，其餘不適自覺減輕大約70%，血壓亦比以前穩定。個案感受唔等於對所有患者嘅療效承諾，仍然要持續跟進。呢段影片已經獲得患者同意拍攝，同用作病例記錄同健康教育，內容唔可以代替診斷、處方或者緊急醫療建議。以下係患者回訪原聲以及治療過程記錄。之後，反正講翻之前咧就會覺得隻腳嗰度會好似谷谷地，同埋紅腫得好緊要嘅呢個位。針咗之後咧就改善咗紅呢個位啦。同埋咧就會覺得鬆啲。鬆。係啦。啲靜脈曲張都冇咁明顯嘅係嘛？靜脈曲張咧就真係冇明顯啊，啲色淡啲嘅。縮咗好多嗬。係啊。成個人都冇咁暴躁，血壓係而家係穩定落嚟嘅係嘛？低咗啲嘅，低咗啲血壓，低咗啲嚇，低咗啲嘅，仲好瞓咗嗬？係啦，唔係之前咁呢一下都瞓唔着嗰種狀況。係啦，好瞓咗嘅，真係改善咗。呢個地方腹部嘅刺痛感都改善到嘅。係啦，依家直頭冇添。之前係啦，之前有嘅，之前好唔舒服嘅。翻去先，先。咁另外就有耳朵眼啲地方，係啦，耳仔嗰度有啲噏噏地痛咧，就暫時仲有。咁隻眼個改善咧，望得清楚啲，就冇咁灰色嗰啲情況。好，非常好。光嘅嚇，整體講明對肝嘅狀態又係非常好嘅，即係肝臟嘅狀態啊，又係比較好嘅改善。依家係治療嘅第3次，你呢個係已經係速度係非常快㗎啦。你就再注意我頭先同你講嘅呢啲戒凍飲，再早啲瞓，因為你而家瞓得唔係咁難受啦，可以早啲瞓嘅。好，好，咁就平瞓落去，我會幫你針。呢啲使唔使針？對，我幫你結。好，得，唔使低頭，唔使低頭嚇，唔使低頭。印象冇得。印象有。有。放鬆下。眼有感覺？有。呢度有，我有少少嚇。有嗬。有。痹嘛？呢度唔痹。唔痹嗬。呢度都唔痹。邊隻唔？又冇覺。呢度都冇。呢度冇乜。有，呢度有。好，得啦。好，放鬆得啦。好，平翻落去。邊隻？有，揼。有嚇，呢度都有嚇。係。有嚇。有。去深呼吸下，深呼吸下。有嚇。有嚇。邊邊啊？呢個痛。呢個鼻。
放鬆，深呼吸。每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，治療後要繼續留意症狀變化，按專業醫生建議作合適評估同跟進。關注 TCM Clinic Rendington 深圳人形堂中醫館，獲取更多可靠健康資訊。